立法院新会期昨开议，各党团拢关注一个关税的议题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是要求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上台质询，严格去予立法院长韩国瑜出声来解阻挡，讲质询得以院长为主。另外，针对着总统讲要去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，做一解问，做一解回答，严格党团协商是破局。针对这立委法院的分配是无共识，连讲再个继续讨论。 立法院新会期临时开议，行政院长窦英台喺国会时将报告表示，政府会提出13项战略产业，包括半导体、AI、人工智慧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。各级30条法案准备做修订。伊表示，针对顶一个会期卡关的相关法案，已经集结。5院这地会已经请韩院长斗相共。基于经济安全、社会安全跟国家安全，当然这是现在行政立法两院当中最重要的，也应该是 多数国人很关切的。自今年度中预算案、正一半在违法修正案各项特别条例、加多项人事动议款案，多亏5万国会尽速审议。去年11月7日，立法院核决4名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名单高达超过3个月，立委关注什么时阵补提？行政院的提出的人选全数被否决，我也觉得很遗憾。 所以这执政以来，我一直在检讨这4位委员到底是哪里的缺失。你要检讨多久？检讨到有找到比他们更适合的人。你的人选提出来了吗？提出来你不接受，责任又在我啊。双方最之修正3党团的执行代表也拢关注关税议题。当领军谈判团队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点名就来时，韩国瑜做出裁示。 除院长请假未能列席之外，才能由副院长代为答询。原则上，副院长上台备询，向副委员及过去都有上台啊。那没关系，那我们请卓院长。韩国瑜也表示，已经邀请总统甲立法院国情报告方式会议，同为通达来理由。而党团协商仍然搁一摆表示爱下边。国情报告结束之后，有任何的想法要跟总统来分享。 总统也愿意留下来听大家的这个声音，但是名称上可能韩院长所提那个同问同答4个字，可能就是要稍微，因为这个还是有违宪的争议啦。原本拿到被3党法院委员分配时，552加上总统报告时间压伫2点钟内，不过国民党团有意见，将结尾协商无成，韩国瑜宣布得期过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